呢個廚房設計我真係忍唔住想同你哋分享，處處都係小心機。首先講講我屋企廚房嘅佈局，我係按照拎食材、洗菜、切菜、炒菜上碟嘅黃金動線設計嘅台面，做咗高低台設計。備菜區呢一邊嘅高度90厘米，洗菜切菜唔使彎腰；炒菜區高度80厘米，拋鑊煮餸不掉手。我哋先嚟睇睇入門嘅位置，為咗俾雪櫃側面唔會突出嚟，我特別做咗個轉角電器高櫃，上面放常用嘅微波爐，中間有個燙板放電飯煲，旁邊就係米缸，下面兩個櫃桶放餐具之類，最底下嘅櫃桶拉出嚟唔止可以儲物，仲可以變成墊腳凳，輕鬆攞取吊櫃嘅物品。旁邊呢個閘邊深櫃，我自己 DIY 咗亞克力櫃桶，每次打開都好 surprise。旁邊就係蒸焗爐，整嘢食唔使彎腰。下面嘅櫃桶放保鮮紙、錫紙、收納袋之類，一抽就可以用。最底下嘅櫃桶都做成墊腳凳設計，平時可以當成凳仔坐喺上面摘菜。有呢個難用嘅廚房轉角，我直接做咗個開放架，有啲唔可以放入雪櫃嘅蔬果就會擺喺呢度。蒸盤區呢邊做咗大單盤，上面嘅置物架可以洗菜、切菜，仲可以左右移動。旁邊嘅台面整成垃圾桶，丟垃圾唔使彎腰。轉過嚟呢邊就係洗碗機，旁邊係放碗碟嘅櫃桶。喺星盤處理好嘅冷飯菜汁之後，碗碟就可以直接放入洗碗機，洗控完之後直接放喺右邊嘅碗碟拉籃。飯後清潔3步搞掂。炒菜機側邊裝抽拉式置物架，放經常用嘅調味料。要櫃難拎嘢就安裝一個升降調料架。呢邊嘅兩個大櫃桶上面放乾糧，下面放煲放鑊。所以話呢個處處都係小心機嘅廚房，邊個會唔中意呢？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關注我哋。